你若去倒甲公司代志吼，就一下你袂话讲管理无就无你有要来开管理，就你来弄卡就一来关卡，你若有费就得使啦，就做来做遐管理。因为我电话都来开的，现在你有来甲阿米我挖地就免税地方开，几体就米我你来买酒免税我袂记啊，你就好问你会记吼。但以后你只讲管理听见吼，因为你是老板，你来到跟你也使的，你来帮要管理回来我去请假啊，慢慢就变下滑个啦。尽量都是这样做的。伊等于管理开完之后，等于我再回来我请假啊，或者做少个关咯，最好呢，最好 E2 或者 L1，或者是好 EB1C。这个如果你未来话，你可以看问你的页面读书。但最主要是咯，这个你就按抓接下对下排个。我当然你个每時都來考慮到底成功啊，但是今年一下都使做到底成功。叫你個那成都冇會個講啲話冇，就你看冇你會計，就你可以下 LLC， 開 LLC 之後你要多些報稅號碼和 EIN 號碼，你咁樣使做 EIN 號碼，咁你所以個咩公司啲共同資料多啊，我哋邊啲，我開始管理電話就使啦，因為我哋有個同你撇些管理啲庫啦，你估難我這邊一下小老闆就冇成功到你這啊，只叫你打老闆。但是你要買個怪狀咯，畢竟狀到比較薄面，一狀咧沒有跟你講。但你若是我的粉絲，我就講跟你講中文咯。歡迎關注我啊，就那沒話你可以問我，畢竟我做管理也做過2年啊，我也擺真了做。